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中国北京昨日是落今年的头一场雪，首都国际机场至少59个航班取消。另外，乌龙港的雪景是真出名，今年11月到达，已经有20万人出去游览。当地今年专门做的冰雪游乐园，81万平方公尺，是有史以来上界大的。在乌龙港有名的雪乡景区，一片白茫茫，梦幻阁浪漫。为11月开始，来遮游客已经超过20万人次。业者把握商机，划建建造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占地81万平方公尺，除了是历届以来上大，游客上爱冰的楚留龙也加长加大。今年呢，整个的滑道从8条增加到14条，而长度今年也达到了521米。可以说是历史上最长的、最大的一届这个冰滑梯。七在北京迎接今年冬天第一场落雪，造成车路甲航空交通大乱。无人机互冰雪砍掉咧，只好伫天气病杜冰。首都国际机场至少59个航班取消，不过当地居民看到落雪是真欢喜，因为这是3年来真难得看到的大雪。非常开心又很惊讶，因为我已经3年没有看到雪了吧？感觉空气清新。很舒服。北京有好几日子没下雪了。受强冷空气影响，河南也迎接今年冬天第一场大范围落雪。电厂真济所在发布暴雪红色预警，190台列车帮处停驶，部分路段积雪超过深，不少车辆拢出去。当局出动2万多人规暝堵雪。为保障师生安全，郑州市教育局决定，今天上午全市中小学和幼儿园临时停课。当地气象局有讲，为13到15，也有甚至破的雨雪天气，提醒居民出外时阵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日本顶礼拜一个82岁老先生，伫咧因兜附近去互堵死，这阵是掠着嫌犯，是一个21岁自卫队员。伊讲伊毋捌死者是随机下手的。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非洲上边亚爆发炭疽病疫情，超过600人感染。若是无及时治疗，这致死率是有95%。英国《Times》报道，法国有老师伫咧上课的时阵，展示文革复兴时期老体画，却是引起穆斯林抗议。教职员惊讲靠极端分子攻击，集体罢工。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德州一个有新的负责人，伊巴肚底婴仔有基因缺陷，无法度活落来。不过这个法医说是唔准伊甲囡仔摕掉，伊只好去别州处理。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前总统 Trump 官司伫审，总统任内案件的合编权落任了后告准绳，引起争议。以色列甲哈马斯已经战2个月，迄阵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指出，以色列10月捌使用白磷炸弹攻击黎巴嫩南部的砖头。这款炸弹因为杀伤力真强，禁止伫咧平民区使用。以色列即阵是又搁牵涉战争罪，不过当然以色列迄边是无承认。美国华盛顿邮报指出，以色列捌伫今年10月时，用美国提供的白磷弹攻击黎巴嫩南部的砖头，尚无造成9个村民受伤，阁有4间厝互烧了了。因为国际人道法禁止伫平民区用白磷弹这款武器，以色列行动恐惊是已经犯战争罪。按照美国白宫甲国务院11日讲法同款，拢表达关切。Seeing the reports, certainly concerned about that. We'll be asking questions to try to learn a little bit more. 因为白磷弹接触到上诉了后，会以1500度的温度烧起来，产生真侪高烟。白磷弹的化学物质，会对人的皮肤甲腹内器官造成严重的伤害，甚至是会危害生命。人权观察组织捌伫2009年指控以色列，讲苏当时伫加沙22天的冲突当中，都有用白磷弹。按照以色列2013年宣告讲要停止使用这款武器，不过华盛顿邮报记者比对10月伫黎巴嫩砖头白磷弹的壳，发现讲竟然和2009年的生产号码同款，这代表以色列根本就无照片照行，而且以色列军方阁讲使用白磷弹是合法的。סיפור של הזרחן שהופעל בלבנון. אנחנו פועלים בצורה אחת ברורה, באופן חוקי ועל פי הדין הבינלאומי.
另外，以色列继续伫加沙走廊展开军事行动，当地人道危机是一直在恶化。有10位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代表11飞到埃及的拉法关口，要了解当地巴勒斯坦民众的实际状况。Here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hunger is prevailing in Gaza. More and more people haven't eaten for 1 day, 2 days, 3 days. This is really a tragedy. 10月7日以下冲突爆发到大，以色列超过1200人死亡，更有130个人质伫哈马斯的手头。那加沙地区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8200人，当地有190万人有路无厝。联合国大会12日要针对加沙停战，搁开一届紧急会议。沙特大后面峰会嘛要起过，加沙停战的议题嘛继续来讨论。公司新闻警官请编译。美国前总统 Trump 官司定审 ，Trump 的团队认为这总统是有豁免权，只要案件是伫咧任内发生的，落任了后有权豁免。即阵司法部的特别检察官就请求最高法院赶紧裁定 Trump 有这款权利，若无这判决是一直无法度进行。检方案辩方争论的焦点是对着2021年正月初6的国会山庄事件，促请 Trump 的支持群众撞入去国会山庄，要来阻止国会认证拜登赢得大选。关于这个事件 ，Trump 是是无后撤回的，伊敢有刑事起诉的豁免权。An indictment was unsealed, charging Donald J. Trump with conspiring to defraud the United States, conspiring to disenfranchise voters, and conspiring and attempting to obstruct an official proceeding. 纽约州的法院日前裁定本来应该继续审理，不过 Trump 定赢，认为伫 Trump 总统任内任何事件，就准是下令了，嘛阁有豁免权。The case going on right now in New York State Supreme Court is a ridiculous, never brought before case, using a statute against me that has never been used. 对此 ，Trump 定赢除了反驳检方的讲法，嘛坚持这个案件要依法送交上诉法院，有结果了才会当搁送去联邦最高法院。因我特别检察官认为，安尼拖着审理的时间，无法度伫大选进程有最后的结果。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克什米尔地区伫咧印度甲巴基斯坦之间争议70年，印度掌控的部分因有真侪穆斯林住咧遐，甲印度主要的宗教无同，所以讲当地政府都予因特殊的地位，予因住地。不过2019年，政府是决定甲特殊的地位收倒转去，最高法院昨嘛裁定合法。这就引起当地民众甲巴基斯坦不满。印度最高法院在裁决，喜马拉雅山区查谟吉克什米尔省的特殊地位是临时规定的，维持政府撤销命令。印度政府在2019年8月撤销宪法条款，取消当地特殊地位，引起民众不满，提出上诉，严格法院有权维持撤销命令。Today's judgment is a historic judgment. Anti-Taj proved that our Prime Minister and the Honorable Home Minister, they had very categorically said that the Jammu Kashmir is an integral part of India. 克什米尔是印度甲巴基斯坦独立超过70年的核心地区。能够伫1947年发生战争了后，过当年以停火线将克什米尔分作两个，分属两国。1965年，双方各爆发战争。过去印属克什米尔地区方叫做查谟吉克什米尔省，以穆斯林为主。印度中央政府甲当地关系，拢以宪法第370条款为基础，有高度的自主权。不过总理莫迪的印度人民党一直反对，搁伫2019年推翻这个条款。आर्टिकल 370 रिवोक होने के बाद यहाँ पे तो टूरिज्म में भी बहुत बूस्ट हुआ, तो बहुत से टूरिस्ट भी यहाँ पे आए, डेवलपमेंट भी बहुत हुई और जो बेरोजगारी है वो भी खत्म हुई। मगर ये हमारी हार नहीं है, ये इस मुल्क की हार है। धोखा उन्होंने किया, हमने तो नहीं किया। आज 370 को आर्जी कहते हुए反对人数也主张，只有查谟甲克什米尔省议会会当对这个地区的特殊地位做出决定，因也质疑国会敢是有权利撤销。巴基斯坦看守政府也拒绝承认这个裁决。公视新闻陈慧仁编译。日本自卫队有女兵亚康有性骚扰的状况，今日福岛的地方法院就裁定3个加害者罪名成立，判有期徒刑2年。这对保守的日本社会来讲，是性骚扰案件的大进展。
日本Me Too运动10日有重大进展，针对自卫队性骚扰事件，福岛地方法院拜二裁定，3个男性的前自卫队队员在这期间确定性骚扰女队员吴志健、李奈，成立强制猥亵罪，判有期徒刑2年，缓刑4年。笑いを取るためでは許されない、しっかり犯罪っていうことを今日示したと思うので、自分たちが行った行動をしっかり向き合って、反省してほしいなっていう思いです。24個吳志健、李奈2年外前伫自衛隊訓練的時陣，3個隊員用激鬥機甲淹倒了後，雙手甲伊摸身軀。迄陣就10外人在場，煞無人出面制止。伊後來退出自衛隊，對3個甲伊性騷擾的查甫隊員提出告訴，不過過程並無順利。頭起先檢方無起訴處理，後來伊用本名現身來檢舉，引起社會的關注。檢方則再度來搜查，而且來起訴3個嫌犯。法院嘛判決無罪。こういう被害っていうのはなかなか声を出せない、戦えない人もたくさんいるので、こういう前例を作れたことによってもっと悪いものは悪いってしっかり今日判断してもらえたので、どんどん声を上げておかしいものはおかしいってしっかり言っ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し。虽然判了无当，也毋过吴志健、李奈表示会当接受，而且希望伊的例会当鼓励更加侪受害者来出声。事实上，吴志健、李奈过去一段时间勇敢献身来讲伊的受害经验，得到舆论真大的关注，嘛促使日本防卫省彻底来调查自卫队的性骚扰事件。外国媒体是评论讲，在极度保守的日本社会，受害者公开站出来反对性暴力是真正罕见。即马福岛地方法院判决吴志健、李奈胜诉，国家是创下先例，为日本的反性骚扰创下重要的历史案例。公视新闻持婉玲编译。住伫咧边境的法国人，常常过境去德国买物件，因为这德国的日常用品是比因遐加真俗，干那过一座桥，就会当省一半开销。大型连锁超市门口有几若只食米和日用品堆甜甜的塞车。民众赶紧要将物件放入去车后斗，要按德国开年店塞车转去法国苏迪拉斯堡。真侪住伫德国、法国边境的法国人惯势跨境采买，因为敢若过一条桥的距离，就会当省一半的开销。Il y a de la viande, il y a des légumes, des fruits, des féculents, il y a de tout. Pour même pas 250 €, alors qu'en France on en aurait pour au moins 400 € pour ce caddie-là. 不过新冠疫情了，欧洲继续通膨，就算跨境采购会当省钱。消費者嘛是着愛均均計較。以食物的計數來講，過去2年，德國嘅食物就起28%，法國嘛起22%。Et surtout, si on a un panier moyen qui est en dessous de 100 € ou en dessous de 50 €, ça ne vaut plus le coup compte tenu, en plus de ça, du carburant qu'il faut effectivement prendre en compte. 法新社報道，83%嘅法國民眾講，通膨影響聖誕採購嘅預算。去年消費者平均開404歐元來準備過聖誕節。今年恐驚會減到剩369歐元。D'habitude, je pars au moins sur 2-3 cadeaux, mais là, bon, étant donné qu'on a revu le budget un peu à la baisse, je pense qu'on va partir sur un gros cadeau général à mon avis. 除了減少生活成本了外，消費者嘛較算嘛在甲環境成本內底，坐跨境的夜間火車來代替巴士甲飛行機的旅客，比去年增加15%，進一步促成往來法國巴黎甲德國柏林的昆明列車。經過9年，伫這禮拜佫開始出現，這嘛是法國總統馬克龍大力推動的項目之一。預計伫2030年進前有10條夜行列車服務，達到減碳的目標。公視新聞梁岩編譯。全世界有真大部分的二手衫褲是銷去非洲國家，親像烏干達就有1/3的人口，大約是1600萬人是穿二手的衫褲。不過這嘛去影響到因本土的紡織產業。所以講，烏干達的政府就下令禁止進口二手衫褲。這項禁令若是互做二手生理的店家收入受影響，想要買贖回人客嘛真反對。這是烏干達首都坎帕拉一棟新上鬧熱的二手生意市集。奧維諾二手市場，唔少人佇規堆的二手衫找心目中上會好的贖回。根據烏干達二手服裝協會統計，大約有1600萬人，相當1/3的烏干達人穿的是二手衫。Every person can buy
cheap clothes, better than these new clothes. 这毋若是消费者找补的所在，也是支持大约8万人上架的二手衫市场。也毋过，就伫今年的8月，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补办二手衫市场，冲击国内棉啊甲纺织业决定宣布禁止为海外进口二手衫到国内。规讲二手衫拢是4人签过了后才送到非洲，希望降低民众买的意愿。多年来禁令和店头含的要求。 So if they come and ban us, number one, we are going to lose our jobs. Sustain our families i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2017年的研究，东非各国进口全球大约1/8的二手衫，为大约35.5万人提供就业机会，当年带来2.3亿美金的收入。不过，二手成衣业也阻碍本土纺织业，和东非各国真头疼。虽然东非国家共同体 EAC 要达成共识，伫2019年全面禁止二手衫输入，不过后来就卢安达真正实施到今年热天，乌干达政府决定出手管制。Currently, the textile industry stands at over $800 million in the country, and out of this, $100 million is spent on second-hand clothing. President Museveni says this must be sorted because Ugandans need to put on new clothing. 乌干达商务部长表示，其实二手衫行出旧衫经济，毋但是被拍破当年价格抢市，也是脱离外国市场的尊严问题。也毋过面对民怨士气，恐惊需要更加完整的配套，才会当顺利推动。公司新闻感问编译。第81届金球奖今日公布入围名单，今年票房真好的真人版芭比甲奥本海默拢入围真侪奖项。当初市咧放送的时阵，两块片就是同一个时间已经车拼一轮。明年的颁奖典礼阁要再度对决。Barbie. Hi, Barbie. Hi, Ken. Hi, Ken. 2024金球奖入围名单公布，今年收录两部大片《芭比》甲《奥本海默》，若是票房真好，坐稳今年全球卖座电影的冠军甲季军，搁较相像伫金球奖入围多项大奖，《芭比》入围9项，《奥本海默》8项。Doesn't seem to matter what I do. I'm always number 2. 由华纳兄弟影业出版的真人版电影《芭比》，票房伫全球累计超过10亿美金，也创下女性导演影史上上悬票房纪录。这摆《芭比》入围奖项除了最佳音乐、甲喜剧电影、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马格罗比甲最佳男配角莱恩·葛斯林，歌曲入围3首，包括莱恩·葛斯林所唱的《我只是去年》。You are the man who gave them the power to destroy themselves, and the world is not prepared. 由克里斯夫·诺兰主编主导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原主大之父奥本海默的传记电影《奥本海默》，历经几种入围8项大奖，最佳剧情类电影、最佳导演、最佳配角，演员入围3人，演主角的是尼莫菲，演美国原子联委员会主席的小劳勃道尼，甲演奥本海默家后的艾米丽布朗。Hollywood is back, the show is happening, and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of star power there. And then also this year's nominees are incredibly diverse. 伫今年摕到威尼斯影展金狮奖的电影，可怜的物件，同款是这届金球奖重要电影之一，入围7项大奖。未少独立制片就梦想集中营、保留者、之前的咱拢入围未少奖项。最佳动画片有宫崎骏的《苍鹭甲少年》甲新海诚电影的《天价之女》，其中《苍鹭甲少年》声势堂皇，互外界称为甲蜘蛛人冷过新宇宙，上有可能摕到今年奥斯卡奖最佳动画片的强烈对手。公司新闻感文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